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如果你有一些话想说，但是不敢说，也不好说，或是来不及说，这次就让我们用音乐来帮你把它说出口。我们诚挚的邀请你写下这些话，无论是生气、埋怨、遗憾、后悔、感谢，或是思念都好。让第3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王俊杰为你写下专属的一首歌，让全台湾第一位重度视障的心理师朱心怡为你找寻心灵的解放。除了帮助故事的主角找到出口以外，也用彼此的故事来疗愈更多相似的生命。这是一个理性又浪漫的快闪企划，每个月一次，只有3次机会，赶快到节目资讯栏准备写下你的故事咯。让我们就此一起打开心结。没错，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刚刚你听到的这就是我的耳朵带我去旅行节目第一次所播放的广告。那这个广告的声音呢，就是即将跟我一起进行快闪计划的朱心怡小姐。那刚才在这个一开始的广告当中，大家你已经听到了相关的讯息和内容，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哦。然后我觉得好像也不能用游戏来形容啦，应该是说，这是一个我很乐意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跟心怡两个人很发心的想要来做这样一个，我们觉得也许可以给大家带来疗愈，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觉得你有想要说的事情，你有一些心情故事，或者你有过不去的坎，那或者是你有一个闷在心里的事，包含也许你想骂骂你的主管，也许你想骂骂你老公，也许你想骂骂你老婆，或者你想要跟他说个秘密，跟某个朋友说一个秘密，或者你想要说一个你一直无法说出口的心情，来就直接点击一下我们的内页内文，你就可以看得到留言区，看得到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投稿到那里，这样子填 Google 表单，然后呢7月的第1集我们就会为大家选出2首歌曲，2个伙伴2位，然后呢到时候会为你创作，那心怡也会提供你一些也许对你会有一些正面帮助的解方。好，我邀请大家然后任何的心情都欢迎，任何的心情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这样子。好，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也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呢在粉丝页上面都会有一个贴文，那贴文底下呢欢迎你留言。那另外你也可以搜寻你也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评分5颗星，同时呢也帮我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么我还要再特别说明一件事，好，再让我广告一下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呢这个礼拜，就是你听到节目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事后听也对好，来6月10号晚上8点，我跟萧煌奇还有呢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全方位乐团，那是我最早参加的乐团。之前如果你有听我的节目的话，你一定知道我们将在台北的 Legacy 举办一场演唱会，叫到顶的英文弄左细喊到顶个大喊的，所以我们要举办一场到顶的演唱会。那跟我们一起来致青春吧，里面的歌曲非常的精彩，有萧煌奇的作品，有我的作品，然后我们2个还会互相唱彼此的歌，那另外还会唱我们年轻时候组团的歌。OK， 那另外还有一场就是在台中时间是6月17
也是晚上的8点钟哦。那相关的资讯呢，我就放在资讯栏，让大家你可以直接来看。那邀请你可以一起进场来感受我们那些美好的青春。那如果你是6年级生的话，我们所说的唱的歌，你应该会很有感觉。6、7年级啦，吼，好，邀请大家来哦，好不好？那很期待你把你的时间空下来。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题目哦，在我录节目的前几天，我正好跟谢明佑，谢明佑我们都叫他黑哥，还有呢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游元坑，他是一位很棒的这个创作家，他写剧本，然后也当导演，然后呢他唱南管，然后唱那个戏曲，他是戏曲大师，然后也作词，也是很棒的策展人这样子。好，那我们3个人呢做了一个演出，叫做野台念歌诗，台湾歌曲的讲唱会，歌谣讲唱会。我们从民谣、从戏曲，然后流行音乐的发展，然后一路讲到了近代，那是一个长达3个小时的讲唱会。而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怎么说呢？现在听台语歌跟听国语歌的人呢，好像是2个分野的分众哦。同时又听台语歌又听华语歌的人，同质性好像没有这么高，这是一个当下很直接明白的现象了哈。那但是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在1980年以后到我想一下，应该到2000年以前吧。其实听台语歌和听华语歌的，同时又听台语歌又听华语歌的人呢，其实是大有人在的哈。所以比如说很多人以前听伍佰的台语歌，听陈升的台语歌，那你也会记得黄飞那时候的追追追，那都已经将近2000年的事情哈。然后你也会记得潘越云曾经唱过台语歌，然后你还听林强，但同时你也听周华健，同时你也听刘德华，你也听这个听那个。那曾几何时呢？听台语歌和听华语歌好像变成了2种很分开的2个分众。那我今天不讨论，我们这一集不讨论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呢，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年代，我想要介绍一张有趣的专辑。好，1989年的时候呢，大家你那时候在做什么？你有没有记得你1989年的时候在做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小学6年级，对，小学6年级。那个时候啊，你还记得你听了什么歌吗？你有没有印象？好，你会记得1989年，你会想起什么？你可能会想起6·4天安门事件。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最红的一首华语歌就是《历史的伤口》，有印象吗？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好，因为6·4天安门的关系，所以呢，台湾许多的艺人呢就一起唱了这一首歌。那自那个继明天会更好，还有快乐天堂之后，那个艺人的大合唱，大堆头跨公司的演唱的一首歌曲，去声援那个中国的6·4。那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流行歌曲，什么华语歌是你非常熟悉的？记不记得有一首歌叫《爱到最高点》？有吗？有印象吼？那一年也很红。那结果呢？隔年1990年第1届金曲奖，这首歌得到了最佳的编曲奖。编曲人呢是去年刚离开我们的陈阳老师。然后呢，那一年1990年的第1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是谁呢？伍思凯先生，就是《爱到最高点》的原唱人。好，那一年呢，1989年的台语歌，你会想到什么歌？1989年的台语歌呢，尖线奖，那一首歌当年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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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红。你是尖，我是线，
尖山永远念惜我。隔年呢，在第1届的金曲奖当他得到了最佳作词人奖。好，因为那个时候金曲奖还没有分语言那一届。然后呢，最佳女演唱人是江蕙2姐，最佳男演唱人是殷正阳。然后最佳贡献奖那时候叫特别奖，还没有叫特别贡献奖。是陈达如老师。大家知道陈达如老师吗？陈达如老师就是写了《北某丹》写了青春恋很多台语早期的老歌的一位大前辈。然后另外一位就是庄奴先生他也是写了很多歌。好，我讲这些事情的重点就是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那时候的流行歌呢，它的脉络是长这样，它的歌曲是这些。然后呢，中国在发生6·4学运，那时候呢已经解严了嘛，所以呢有一群人他们想做一个测试，他们要测试什么呢？他们想要试试看，真的什么话都能说吗？于是他们做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的第1首歌也跟他的专辑名称一样，就叫做《抓狂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时间来到了2023年的这个时候，那你听到了《抓狂歌》这首歌，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这是个翻译歌嘛，这个是泰国歌。那但是你听到了这样子的编曲，这样子的氛围，你会不会觉得到2023年来听呢，这样的音乐还是非常的新，非常的吸引人？所以谢明佑说，他觉得新台语歌一直都在发生，在望春风的时候就新台语歌了，到后来陆续只要他觉得新台语歌是不断的不小心偶然的不断的发生，而不是有一个阶段就叫做新台语歌，他不觉得是这样。我想一想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刚刚听的这一首抓狂歌呢，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听还是很新啊，很好玩啊。好，那这是一群怎样子的人呢？抓狂歌呢，当时他们有一个叫黑名单工作室，主要唱歌的人呢是陈明章跟林伟哲。那陈明章老师还有林伟哲老师呢，两个人现在在音乐圈的地位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那当时呢，他们在水晶唱片就做了一张这样子的专辑，就叫做抓狂歌。那黑名单工作室里面有很多人连徐锦纯也去嘎了一脚去唱和声，还有很棒的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也是编曲的陈祖慧老师，还有当中还有叶树英。叶树英呢是一位脚不太方便的创作女歌手，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但她的歌其实都非常的好听。另外还有谁呢？李星云也有帮忙。李星云老师是很棒的编曲跟音乐制作人，然后之前也当过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董事长。好，那还有一位呢，就是已经离开很久的，如果你是6、7年级生，你大概会记得的文英阿姨都在里面。那这张专辑呢，他们想要测试一件事，就是到底当时的社会言论可以开到什么程度？因为当时的社会每天呢，每个礼拜吧，或者甚至于3、5天就会有大大小小的抗议不断，因为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议题，农民的、工人的，或者是族群的、教育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抗议活动。所以台北那时候忠孝东路立法院前总统府前中正纪念堂常常那里附近都在塞车，因为大家都在抗议。同时呢，那时候的台北的交通也慢慢的要接下来要进入了交通黑暗期，因为准备要开始盖捷运了。好，那这张专辑《抓狂歌》出来了以后呢，结果在媒体上你听不到，他们以为也许在媒体上可以听得到，结果听不到，反倒呢就在地下里面流传。因为当时为什么听不到？新闻局禁播，一纸公文就是希望不要播放，那大家就听得懂啦，就是最好不要播放。那当时小6的我呢，听到了这一卷录音带，那时候还是录音带惊为天人啊！哇，那有这种歌然后
这些台语唱腔也都是跟我当时听到的台语歌完全不一样的唱腔。我都要跟我讲算讲然后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爱到最高点，然后你听这个抓狂歌很嗨耶，很嗨耶，然后都不是那种，如果以现在来看，这种唱腔在现在就是叫做很接地气嘛。所以以那时候来看，叫做甘美洋唱歌。好，他们就是挑战了社会议题，挑战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写的歌呢，也全部都是这些事情。我刚刚不是讲到说，当时常常都在抗争嘛，对不对？然后在野党就是民进党嘛，然后那时候民进党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就要羞怕，有没有？在立法院里面呢，就是朱高正跳到桌子上了，然后那个陈水扁先生还会直接骂人啊、呛人啊，然后他们当时都很凶悍。那当时在媒体上的宣传就这点人就丑陋，事实上有没有？有啦，但是他们是在用另一种接地气的方式。你知道那个在台北以外的阿伯阿姆阿公阿嬷，台北以外这些人啊，现在这港人看到这些人多有 feel 啊，因为那个形象就是他们的样子，觉得有人替他们出声了。好，于是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民主阿草》。哇，那如果你听得懂台语的话，你听起来会特别有气氛啊！你若听不懂有不要紧哈，你可以上网看一下歌词，这个 Google 都找得到 ，YouTube 也找得到。因为如果你不是透过 KKBOX 的话，你就要自己点开后，你可以听听看，非常的有趣。林伟哲，刚那个第一首是林伟哲跟陈明章老师然后这一首呢，就是林伟哲主唱的民主阿草。也是超级嗨哦，你听听看，以现在的角度来听，你还是会一直嗨起来。听完了这一首《民主阿草》，你有感觉是不是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嗨？好，我自己常常在想啊，那个时代的人某种程度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的身边生活就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创作主题、创作素材哦。然后当时不管是华语流行音乐或者是台语的甚至于那时候的客家歌曲也开始萌芽，原住民的音乐。我觉得那个那个20年的时间那是一个很精彩的台湾，可以产出好多好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音乐，多么的丰富而且呢，因为大家充满了好奇心，然后因为大家没有停过，然后所以彼此的包容度，虽然社会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但彼此的包容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还不到现在某种程度，我觉得台湾是壁垒分明的，音乐是这样，政治也某种程度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时候我自己会去羡慕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偶像也可以唱一些很好笑的歌，然后那个时代的玉女们或者是创作歌手们的音乐都可以，你总之百家争鸣，你可以听到好多素材。OK， 我们再回到这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其他还有总共这张专辑有9首歌，其他还有很多有趣的，包含有叶树英唱的，有一首歌叫《雄心勃为》，用12把大提琴来作为编曲，是祖慧老师他所负责编的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倒是想让大家来听陈明章老师在这里面所第一次让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我当时听到陈明章老师这首歌的时候，我有惊艳到，我就觉得台语歌可以长这样子，然后可以编曲是长这样子，跟以往我所知道的都不一样，然后有让我对于台语的流行音乐有很大的改观跟想象，甚至于也往后也对我有一些影响。那我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半开玩笑但也是真的，就是原来唱歌会当安尼唱，这嘛是一种唱歌的方法。较早唔捌听人安尼唱歌，带着一点唰唰的声音，然后像刚我们听林伟哲那个也都是唰唰的声音，有没有？原来如果以现在的角度叫做接地气，但以那时候叫做原来
我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想哦，原来唱歌每个人都有机会。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让你听的这一首歌叫做《新庄街》，作词人是陈明瑜。我为什么我要推《新庄街》这首歌呢？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厉害。从第一个是编曲到编曲非常的就已经很厉害，用很多那种 New Age 的 feel 在里面。另外呢，就是那个陈明章老师的吉他里面都是他弹奏的，也加入了那种台湾传统戏曲的调调，这也是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没听过的。就算是现在，这还并不是已经有很多人使用的没有错，但它还不是大量的在使用了。并不是大量在使用。现在我们如果你听现在的台语歌，问你有谁使用，你想到的可能会是百合花，你可能想到会是百合花。那百合花用真正的传统乐器，那陈明章老师这个是用吉他弹着那样子有一点台湾调子的那种南管啊的那种感觉的曲牌，间奏的时候你可以听听看。然后你听歌词呢，你会发现哇，我考证过，我跟土生土长的陈竹生考证过，他告诉我，那写的那个新庄街的街景啊，就是他小时候成长的样子。OK， 所以我们这一集节目的最后，要让大家来听这一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抒情歌曲，就叫做《新庄街新增街》。好，那同时欢迎大家来听我跟萧煌奇的演唱会和全方位的演唱会，也邀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各样的心情，如果你需要疗愈，或者为你写一首歌，欢迎不要客气。当然也邀请大家，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分享你听完我节目的心情。OK， 那祝福大家一切都好，然后平安。然后我告诉大家哦，对，来，我要讲一件事。我要预告一下，接下来的2个单集非常非常的精彩哦！我将要访问一位超级大师，是超级大师神拜级的哦。好，敬请期待。OK， 那我们下一个单集再见，拜拜。我们来听新增歌。